来关心国际新闻，Trump 要求乌克兰伫咧俄乌战争让步，意思日本甲韩国对美国开始无信心吗？因本地是想要靠美国来压制中国罗西亚和北韩的核武威胁。不过，即阵伫咧韩国，是有75%的民众支持家己发展核武。当然，之前受到之前升等、搁核灾升等的日本，嘛有越侪少年人支持发展核武。 来自广岛28岁资深科技业 IT 工程师高桥达明，是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为主。因阿公闪过灾难，掩过一寡亲人从此失去联络。伊不相信外交家对话会让避免核悲剧搁发生，掩过这么想法改变，因为日本面临着中国加北韩的核威胁。やっぱり撤退ってなると、やっぱり日本は自衛隊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、軍ではないので、自分から攻め込むとかでは無理な状況ではあるので、やっぱり守るものがない守れ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。有愈来愈多少年世代像高桥同款，认为日本应该放开核武历史，进一步独备核子核组能力。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松川流基伫这份访问英国，对欧洲各国怎么拢伫咧表达，袂当搁依靠美国的想法。 和松川甲其他议员也开始思考日本部署核武的可能性。Unlike other countries, it's not easy for Japan to go nukes, and I think it's not really politically possible at this moment. That being said, for example, employing or introducing the American nukes in case of the emergency, that's possible, I think. 美国总统川普以美国优先做政见当选总统，对美国加同盟体制采取批评、加非传统的激烈做法，和国际之间开始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。日本正自卫队统合幕僚长佐木良一认为，川普颠颠倒倒的个性，或者国人认为日本可能要突破非核三原则，也就是无生产、无拥有、无引进核武器，进一步发展家己的核子战略。 对核子策略的无共声音，日本甲美国官方拢对外表示，相信川普政府会信守防卫日本的承诺。因若中国是回应未优先使用核武的一贯政策，反对任何宣传中国核威胁的言论。因若日本国内对核问题的态度转变，也影响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甲反核人数。使ったらもう終わり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そこを私は皆さん方に言いたいんですね。変わったらどうなるのか。 反核人士认为，有核子武器将会互国家之间失去信任，未有真正和平甲安全。这款对话也显示，日本社会伫咧国家安全甲历史创伤之间也找无平衡点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